我的阿公甲阿嬷，作者高家辉。自细汉，我的阿公甲阿嬷就足疼我。阮阿公拢会带我去柑仔店买物件，要佚佗物仔，也是啉的甲食的。我迄时才10岁尔。想到这，我的心情真正足无好诶，因为我的阿公伫我读国一的时，也就是我13岁的时，伊就过身去啊，就是去做仙仔。会记伫迄个时阵，我的心真正足痛苦诶。阁会记伫我细汉的时，我的阿嬷拢会甲水的物件留互我，毋管是歹的歹仔，也是好耍的佚佗物，拢留互我甲阮小妹，真正足甘心的。我希望用台语文来写我对阮阿公甲阿嬷因的好，我拢记牢的，这是上难忘的记忆，嘛变做我永远的记忆。